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你知道吗？在平镇天天都有人请义民爷吃饭，不相信？走，带你去瞧瞧。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义民爷特有的习俗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叫做犒军犒赏军队嘛，犒赏军队。那所以现在我看到的这些饭菜啊，都是要那个就是祭拜义民爷的嘛。对，就是刚刚有说的犒军嘛。犒军以前哈，我们这个村庄哈有分成30个连，有30连。那要轮流吗？轮流，就今天初一就轮到初一。第一连的人啊就来犒军。像他们家说就期待这一天。像我公公，他最期待初九，他初九他就可以煮得很丰富。看着平镇客庄的居民30个邻天天轮流做东，请义民爷吃饭，数十年不变，这简直就是将义民爷当作自己家人。我也跟着拿起香祝祷了起来。当地人也跟我说，请支代表义民爷的黑令旗回家，可以保平安哦。要请黑令旗回家并不难，只要心诚意正，一炷清香向义民爷祈求，再盖上大印，最后到香炉上过火，请黑令旗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当地居民说，义民爷从不会拒绝任何人的请求。隔壁的白墙因为也没有女众神，因为也快没有的尊神，既有新北市中佛区新市刘土县新上呢，神仙的祈求因为也灵气啊，转于主家祈求因为也没有众神，必有合家平安、事业顺利、身体健康，切撇的祈求因为也转于主家。祝平安发财，身体健康。终于请到这个黑令旗。在平镇真正感受到当地居民发自内心对义民爷的恭敬，或者是说是一种子孙对于爷爷的如沐之情，令我感到十分温暖。